台南是宗教之都，伫个迎接2024年新的一冬，同时嘛是台南建城400冬的历史。市长黄伟哲特别前往安平的广告室，甲开基玉皇宫的主委涂大松、天主教林吉南主教、台南佛教会理事长明慧，以及广告室的董事长李明威，同齐口证祈福，希望用精声来代替烟火，传遍台湾、世界各地。在跨年之夜，人家都知道四种姐妹去的，那边人很多，我们这里人少，可是我觉得蛮温馨的。等一下，欢迎你到楼上敲个幸福之钟。然后这一年来，我们整个共和室也做一些小小的一些修正，然后我们增加很多这个灯之类的，还有服务馆。我们台南市政府总共有403家的这个公庙事业呢，共来举办这个台南400交通祈福的这个活动。那市长呢，刚好他有这个因缘的这个福报啊，就选择帮公表示来做交通祈福这个活动啊，所以也是非常的难得。那因为今天呢，总共有400多家的公庙，同样就是在11点15分要举办，所以我们各路民政局还有市政府各路人马都分散到各地去了，所以市长特别选择了这个地方。请民众一想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；再想四季平安，八节有庆；三想一起建设，市政昌隆。谢谢市长。这项由宗教团体自主发起的口证祈福的活动，推动宗教优质化，响应宫庙涵盖37区，超过400间的庙宇、教会来参与，甚至甲日本金泽石浦神社跨国来连线，共播口证祈福，希望消除人类的烦恼，共同影响美好的一冬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